再来，你要进行到口语测验、华语转换客语。一种题目嘅长度唔可以当长，唔过按样板来准备咯，就会爱掌握客语特征词，运用关键词、同义词，同华语转换客语，含个完整连贯嘅口语表达。比如讲，题目系这样写嘅：太热的时候不要去晒太阳，会中暑。给人哋就得用词汇为单位，然后佢写作太热的时候不要去晒太阳，会中暑。太热，很多太热的时候，很多给时间，不要去。唔好去晒太阳，这边就有一点点要动脑咯。在语法上是本日头晒，给太阳晒，会中暑，中暑很多热到，那合用下来讲也記很多。停熱嘅時節唔好去本日頭晒，會熱到。比如講，男孩、女孩一樣好，兒子、女兒都是寶。男孩很多生來嘅，女孩很多生冇嘅，一樣好，很多窮樣好。兒子很多來嘅，女兒係冇嘅，都是寶，都係寶。你連窮下，變到咁樣講，生來嘅生冇嘅，窮樣好，來嘅冇嘅。都係寶。